再来看国内台南科学园区附近的厝价是一直拢咧起，也毋过有一栋7层楼悬起到一半的大楼，即马已经是第3届互法院甲拍卖，原来是卖出去。这当地卖厝的中人就表示讲，就算是第3届来拍卖，这块土地价值要是比行情要搁较悬。消保官就提醒民众讲，在咧买厝的时阵，就要注意业者的信用，才袂去害到家己的权益。 台南新市这栋7层楼悬的大楼，外观敢若看到红门图，建材嘛顶甲规世界，甚至钢筋拢现出来，起到一半完全冻点。卖了上少啊，建材起起来，一起的人是建材，建平一平是9万，到阮起好的人是建平已经13万啦，12、13万，啊12、13万伊无够本，啊伊拄啊伊是要拖着。 无够本落用。我看本啊，等我嘛无啥知影，都无，你搁开钱去啊？我睇奇怪。这栋有价要起7层楼悬的有卖厝，几月22号已经卖出去18户，毋过建商呢像钱空等未过，互法院拍卖。根据法院的资料，第一遍8587万投标，到第3遍降到6956万，有关投标。 承接的建商呢，他们也要去评估，就是说在后续投入的建筑的成本，是不是在往后在销售的时候能不能符合利润上，所以才能够去吸引买方来投标。那其中价金返还保证对消费者最有利。那如果建商是选择同业连带担保，那消费者就要多注意同业间的关联，避免发生建案无法如期完工。 台南新市因为南科效应，厝价直直称悬，毋过嘛有卖厝中人认为，用拍卖3摆的土地价值来看，这个地点有悬比行情较悬，是投标的主要原因。所来这栋大楼要安怎处理，也是一个问题。记者文正雄台南报道。